哦，不管刚刚是女生组的人很多，现在男士组 The Superman's here， 哇，真的非常的精彩哦！光他们的舞裙就很有准备哦，非常漂亮的舞裙。好，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掌声的鼓励啊！六位的黑山 boy。Come on, Flo! 哦，我们来尖叫声啦！现场我们可以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好吗？让我们感受在这个气氛。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。好，我们给他们继续第三个舞曲的精彩的表演，掌声鼓励。
错，他们演出就自己都不自觉的快乐了起来。没错，这个要是在我们在家里这样教的话，人家就打电话了。对，这样说你在吵什么？哎，但是呢，这就显得他们的乐天开朗，非常棒。是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给他们掌声鼓励第三个表演。然后 Team from Blue。非常精彩。我们邀请我们区长跟我们的这个使节团的大使一起来合影留念。I'd like to invite our director of the Shilin District Office and our ambassador to come to the stage. 好，欢迎我们的使节团汤恩纽跟我们的区长来邀请他上台，为我们儿童乐园精彩的表演。What about we have 3 rows at the first row and the second row? Kneel down. Yeah, kneel down. The first 2 rows and we can kneel down. 好 Thank you. 我们站中间，区长跟我们的汤恩纽到前面，中间。I'd like to invite ambassador and director here to be in the center of the group. Thank you. 也非常难得哈，在我们台湾的新儿童乐园有这么图瓦纳的图瓦鲁的这个精彩的表演，哇，他们的裙子非常的漂亮。The Embassy of Tuvalu. 我们再次
非常的漂亮。